聆聽鐘聲。請你選擇一個舒服嘅坐姿，你可以坐喺凳上面或者地面嘅坐墊上，調整一個舒服嘅姿勢，保持住背部嘅挺直，唔太緊，亦都唔太鬆。可以將手放喺舒適嘅位置上，留意住身體出現嘅任何感覺。而家邀請你可以將你嘅覺察輕輕咁放喺你嘅耳朵上面，聆聽住鐘聲嘅出現同埋消失。當鐘聲出現，你覺察鐘聲出現嘅感覺；當鐘聲消失，亦都請你覺察鐘聲消失嘅感覺。你唔需要用力咁去聆聽呢一個聲音，就讓呢一個聲音好自然咁進入你嘅耳朵。而家，請你可以將覺察帶返去身體嘅感覺上面，又或者身體接觸你嘅凳或者坐墊嘅感覺，欣賞你剛才進行嘅覺察練習，祝願自己有一個美好的一天。